去成全其他的群体，是毋是啦？讲啊遐细声，咱莫讲其他的群体好无？咱安尼讲好啊，这个地方的教会叫做固定教会，地方的教会。啊，另外有一个教会叫做高古教会，吼，无偌远一个高古教会，咱这是固定教会。安尼是毋是两个无共款的群体？虽然伫大公教会的概念，那是同一个群体。好，啊，即摆这个高古教会甲咱固定教会两个教会，固定教会敢要牺牲家己的利益去帮助成全迄个高古教会？会袂啦？什么一点点？袂无啦？啊，咱的奉献一半啦，一半半互因，好无啦？这开会决定，爱开会来讨论。不要那么小看自己。今麦固定教会有咧帮助什么教会？你拢有知哦？4万路教会有无啦？虽然是一点点，不过我们在学习呀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讲，其实伫基督徒的群体是可以颠覆刚刚那个 Reinhold Niebuhr 迄个理论的，吼。其实我本来我道学硕士3年了，就是咱长老会咧讲的道学硕士，就是要做传道人，要做牧师，爱读的3档的道学硕士了。我伫是下一个2档的时间，我搁读神学硕士吼，读不了啦吼，无退掉，我就离开啊吼。我就是读基督教伦理学吼，我主修基督教伦理学迄个我的论文本来就是要写这个，好，就是讲教会真做一个群体，是不是有法度牺牲家己，成全别人，然后颠覆 Reinhold Niebuhr 的这个理论，就是讲人是道德的，群体是安那不道德的。其实呐，只要信用的核心，其实教会这个群体是应该往这个方向来跑走，就是愿意看无家己，不只是一个人家己看无家己，是一个群体愿意看无家己，去帮助去造就其他的群体。不用跳太远，直接去思考，无共款的地方教会愿意牺牲家己，也是减少家己的利益，去帮助其他的教会就好啊。不用说你去帮助别的群体哦，各位兄弟，为家开始做，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第一档就是讲，会当破好多迄个理论，人是只有个人才是有道德性，群体 Reinhold Niebuhr 以后来有修正了，伊本来是讲群体是完全没有道德性，不过后来他有对人性有一点乐观，他说有啦，群体有道德性比较低啦，群体的道德性较低。不过回来咱今日的经文就是讲，所罗门王真正有智慧，伊所上帝求的智慧，伊真做一个王，真做一个领导者，真做一个群体领导者的时候，伊这明显知影，迄个公平正义来带领这个国家是介重要的。这是最起码公平正义。咱若做到公平正义，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实践迄个听。昨暝阮兜2个细汉的忽然间讲要食一个甜的物件我要出去，我说好，我甲恁2个买，恁要食啥？妹妹就说了一个样式。哥哥也说了另外一种，我去甲一看，哥哥会较贵，伊较丰富，迄料较济。妹妹迄很阳春，价钱差要一半。不过民讲的他们的要求我就买他们的 order， 这样有没有公平正义？有啊，迄因家己要求的嘛。即摆退转去好，我搁骑脚踏车，足歹退。退，即摆摕转去厝里。
我就摕互因，我就问妹妹说啊，你可以用这个啦，你可以跟这个啦，安尼看起来很阳春啊。哥哥迄个啦，吼，足丰富的。我总甲哥哥讲，哥哥啊，你这个较贵哦，遐尼丰盛哦，你要分一半给妹妹哈。定灵，天开了，圣灵降临了。哥哥讲好呢。哦，哥哥讲好，我惊一条，我是随便讲讲。好，哥哥讲好吼，啊伊就摕迄藤丝啊呐，你拨一寡好妹妹哦。你看到那个妹妹的眼神啊呐，好，充满了那个爱吼，哇，那整个那个你规间厝拢安尼哇，有那个星星在闪烁啊。各位兄弟，当什么时候，当什么时阵发生，什么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听就会当。牺牲啊！迄哥哥最爱食的物件，伊愿意安那？分一寡给妹妹，迄叫做牺牲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怀疑，这个叫做牺牲。当牺牲造出来的时阵，你看到妹妹安那？煞唔知影，煞唔认捌这个哥哥啦。没有看过哥哥这样子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怀疑，公平、正义是最起码，咱爱去追求的。可是不是天伫遮，主耶稣基督的教示拢不是天伫公平。伊伫马太福音第5章讲到的，人甲你胜利的道柄这边爱互伊，胜利的道柄，若要公平正义是安那？升登去啊！你咧想啥？升登去毋则是公平正义。毋过主要所基督讲是啥物货？你要用听、用牺牲去赢过迄个公平，用牺牲去胜过公平。你要加做，你要做，你要多做，人强迫你行一里路。那个是公平正义，那个是合法的。从波斯帝国开始，这个律例是为波斯帝国开始。波斯离亚述这句话哦，来复习。各位兄弟，来复习一下，北以色列被谁灭掉？袂使安尼啦，北以色列去亚述帝国灭掉，对不？南犹大嘞？倒一国家灭掉，巴比伦呐，对不？谁灭掉巴比伦？不错，波斯帝国，所以就开始连到电影了，《300壮士》有没有？谁灭掉波斯帝国？没到罗马呀，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灭掉。波斯，谁灭掉亚历山大死后的3个帝国？罗马，安尼较到亚述，所以你知道波斯很远。波斯的规定，军人、军人边个有权利攞领凊彩掠一个人，去用这书掠掉，你要甲派伊的迄个装备，会当派偌久？派偌长？1里路。1里路就要放掉他回家，再怎么样？好，再抓谢安技术个掠掉，他又要陪我走1里路。亚述是讲走1里路是公平的，毋过你安那？你不会行2里路，就是讲一定要有什么？有牺牲，才有法度超过迄个公平。毋过各位兄弟，咱知影伫咱的生活内面，有当时连公平的安那，公平的做袂到，是毋是？是毋是啊？今日听讲到一个挑战，好不好？一个挑战，好不好？没有人要跟我说好，你们不说好，我要怎么挑战你们啦？一个挑战，好不好啦？各位兄弟，听清楚哦。这一段日子以来，我听到的有一些事情发生，
我无爱去讲什么代志，我也不去追究什么事情。毋过，我有个挑战，你各位兄弟，包括我哈，你若有伫言辞讲话去伤到别人，尤其你所讲的是无真实的话，是谎话。我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，各位兄弟，上次讲过了，说谎有很多理由，对不？为了要保护自己，为了要陷害别人，我不爱管你的理由是什么货。你在这段时间内面，你若有用你的话去伤害到别人，请你去甲回息咧，因为这是什么货？这是要做什么？公平哦，这只是在做公平而已。听我意思不？还没有到爱哦。好，你今日用你的话去伤害到别人，无论是不是当面的，当面的还好，背后的更惨。我给你挑战，大提出来，民安啦，民主干啦。收起来，哦，敢是安尼讲，哦，你去甲回息咧，因为即马你若安尼做，表示你咧求什么货？公平那鸟，你还没有到哪里？还没有到爱哦。各位兄弟，耶稣要求的是听哦，即马但无书敢若要求什么？公平，会使袂？要试看觅啊无？啊，无人要讲，无人要使我。好啦好啦，你若讲我的歹话，唔免啦，唔免甲我回事啦。我是讲其他的人，你若是这段时间，你知影别人无一定知，毋过你心内知影，你知影你讲无好的话，你讲无真实的话，去伤害到别人，请你电话举起来，请你。行到伊面头前，你甲回息咧。啊吼！哇，妈遐紧。好啦，无要紧吼，你甲回息咧，吼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各位兄弟，啊，你若讲，哎，礼拜煞竟然有人甲我回息咧，请你爱安那？爱接受原谅，好无？啊，唔通诶，无需要求，结果你当起性地，吼好，有人等者甲你回息咧，你安那？我了解，无要紧，无代志，甲揽一个，手甲握一个，做会到未？哦，好，咱今日的经文至少爱对咱有一寡帮助，一寡挑战，好无？看这听无容易啊。因为听爱牺牲，啊，毋过伫咱的群体内面，咱至少去维持什么货？迄个公平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没有什么能力，没有什么能力可以维持公平，所以请你们自己来，来同心祈祷。我们同心来祷告，阿爸爸，我看到所罗门王伊的智慧，伊所求的。毋是足够趁钱，伊所求的毋是互伊的国家内面有足强的军事，伊所求的并毋是行政统御的能力。阿爸爸，伊所求的是有迄个智慧会当判断，有迄个智慧会当维持迄个群体、迄个国家内面的公平甲正义。阿爸爸，恳求你嘛赏赐阮即款的智慧。互阮会当看公平，真最重要。因为这敢若是一个起步那尔。阮知，我们用牺牲，甲阮的听赢过这个公平。这是一条无容易的路，恶行的路，这个世间的人所去杀的路。毋过阿爸爸，既然阮是你的囝儿，既然阮是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求你的圣心帮助阮。这条无容易的路，阮的确要行。
当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